爱讲甲下跳摆大速动，图爱抬，爱压抬，过来两行抬。我是来自武汉，是因为婚姻的关系，所以来到富里这边。伊这爱跳摆是给人在下，拢爱拢在录音架，录音架后真会爱在啊。新埔巴士2.0个，今日安尼讲了步步工程吼，其实爱条架上了讲，也就做老人家种下来条录音架做载出来。7月26号，等一下7月早上大概9点20去载他。公差又少，冇钱到，因为唔啲2班啊3班停，当时时间负唔到，哎，冇法度接到，所以那就补足这个空缺啦。早安，来，弟弟，你杀好了，可以先上车了。幸福巴士它毕竟跟小黄计程车是有一点差异性的，在时间的早晚上面，把他们媒合成一单，然后就派个车把他们载出来。好了，我不会唱了。我到了就到因讲的学习小学啦，还读高中去福利xã跳操的啊，哦，打坐读操，还有到录音架。虽然今仔个因讲的路做了冇卡去，问题机都冇差的，一架代替。我来接你了。你坐在那个里面。你到录音架可能跳摆音乐，除非轻松然后即个冇法度，一天可以看片，但就可能欠给他们。有等于前面讲啊，不卡干苦，唔判得错差，就等于这样吐最后冇法度。来了，来接阿妈喽！阿妈，我要进来喽！新娘要出来了。阿婆个样啊嘛，弟弟的啊，总是介意说话因，佢嘛沉默戏啦，冇法度啦。用水滴袂解决。啊，佢嘛耳朵该去行动也没有说很方便，他也不会乱跑啦。那去到那耳朵该就错人就该啦。你以前就住在里面吗？一个人？有。啊，你的小孩子会天天回来吗？常常回来吗？哪里有？很少，因为他们很忙，对不对？要工作。有一些长辈他是住在很深山里面，他一整天好不容易有一台车子过去可以把他载出来，如果他今天失去掉出来的这个机会，他就是24小时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长辈他们就是走到文件站之后，看到其他的同伴，那到据点之后，他就看到那么多人，他就更开心。以我自己的一些能力，可以多讲一句话，多打一个电话，就可以帮助到他们。我觉得是我想象中要的。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爸爸生日快乐！妹妹，我画给你图哦，老公生日快乐！在这个工作里面去帮助到很多的人，可以做的就尽量去做吧。啊，就希望阿哥做到退休，哎，几多岁？70岁啊？退休啱啲10多屆冇啦。要啦，啊，要啦。10多屆就要啦。要啦。